零封 Pro Two。嚟到4月，除咗 DSE 之外，最重要嘅嘢就梗係睇動漫啦。4月新番嘅動漫類型包羅萬有，比起1月新番嘅時候，仲要係重量級得好多。如果仲未留意到4月新番有咩睇嘅朋友們，就可以留意下跟住落嚟我嘅凌峰會介紹嘅動漫，亦係我暫時預定一定會睇嘅動漫，亦係我暫時預定一定會睇嘅新番嚟嘅。唔講咁多啦，去片。首先第一套一定會睇嘅4月新番就係《科學超電磁炮 S》，曾經因為 OP Only My Rogan 而掀起全城熱潮嘅電磁炮，究竟今後嘅發展又會如何呢？將會喺4月12號 Tokyo Max 播出，等字幕真係13啦。跟住落嚟要介紹嘅作品就係近期人氣度非常之高嘅《不肖王子與變態貓》。唔係，係變態王子與不肖貓。咁佢就係喺呢個第6屆 MF 文庫 J 嘅輕小說新人獎獲得最優秀嘅得獎作品啦。咁我本人都睇過佢嘅輕小說原著，係故事係幾吸引嘅。咁就講下佢故事簡介啦。咁就係一個男主角還是洋人，就希望唔想再講借口，而女主角同人月子咧，就希望唔會咁容易暴露自己嘅真心話，而喺呢個機緣巧合嘅情況底下咧，就去咗呢個不肖貓像許願，就希望可以消除呢兩種嘢啦。咁但係結果之後就發覺原來消除咗係會引嚟日常生活嘅好多麻煩嘅，所以咧佢就希望可以尋找翻自己嘅真心話同埋自己嘅借口啦。咁類型當然係搞笑戀愛喜劇啦。如果係中意睇中意病也要談戀愛咧，我諗對呢出變態王子與不肖貓冇講錯，就應該會係幾中意嘅。咁呢出嘢將會喺4月13號 Tokyo Max 播出，即係等字幕要14號啦，係啦，揾下啦嚇。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呢出作品就係《約會大作戰 Dates Alive》，冇讀錯啦應該。咁啊，由骨公司選寫嘅輕小說作品嚟嘅，本身係。咁其實骨公司我都唔係聽過好多次，唔係好出名啦可能。佢話佢出名係蒼穹的嘟嘟嘟嘟嘟，但係我唔知係咩嚟㗎啦。咁近排就已經播出咗佢嘅第1集㗎啦，咁都講下佢嘅故事啦，就係抄維基嘅啫，就係喺呢個隨住呢個迷之生命體啊精靈嘅出現咧，就引起咗一個大規模嘅災害，叫做空間陣。咁喺過往嘅30年期間咧，就反覆發生喺呢個世界上啊。咁同妹妹一齊相處嘅高中生男主角五河士道，咁啊，對人世間嘅絕望嘅一名精靈相遇咗啦。咁咧就喺自己嘅妹妹咧就發現自己原來係解救世界同精靈雙方嘅談判交判嘅存在啊。咁但係咧要解決嘅方法就係要令到精靈嬌羞，所以要同精靈約會嘅故事啊。咁都幾荒謬啊！係為作而作嘅個故事。咁睇咗第1集咧，暫時嘅感覺唔係話好深刻，因為點樣講咧？我唔係覺得佢太吸引啦。可能近排有太多呢個後宮系嘅動畫，雖然都唔係好多，咁但係係咯，我會主要睇佢嘅戰鬥畫面啊。嗱，好似而家咁啦，嗱，斬啦嚟。斬，再斬，斬啊！係啦，就係咁啦。咁會比較想睇佢嘅戰鬥畫風多啊。至於劇情就暫時唔會太期待啦。係啦，不過畫風的而且確係唔錯嘅。不過如果喺 PPS 睇咧，應該係會覺得好差嘅，因為我喺 PPS 睇嘅嗰陣時。咁就都冇乜嘢好講，其實呢套係啦，繼續睇落去啦，至少唔會話太悶嘅，應該
係啦，繼續睇啦，下 PV 睇完下一出啦，跟住。跟住落嚟為大家介紹嘅作品就係我的妹妹嘅始祖，我的妹妹不可能那麼可愛啊！咁佢就係令到近排嘅動畫個名係長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同埋喺標題前面一定要加我的妹妹嘅。咁啊，講下佢第一季嗰陣時嘅故事簡介啦。咁就講述有一日呢，佢大佬即係佢阿哥啦，喺屋企裏面就執到魔法少女動畫星塵小魔女梅露露嘅 DVD 盒子嘅，但係裡面咧竟然唔係動畫嘅 DVD，而係成人遊戲啊，即係加 game、H game 嗰類啦。咁就係和妹妹談戀愛吧耶嘅光碟啦。咁咧其後阿大佬就得知到原來隻碟就係阿妹㗎啦。咁終於都知道原來自己嘅妹妹咧係迷上咗呢個文系動畫同埋美少女遊戲中嘅妹系角色，簡稱妹紅係啦。咁咧其實嗰個故事係幾特別嘅，同埋作為我的妹妹嘅始祖，佢真係有翻始祖嘅感覺啊！佢嘅劇情咧係幾得意，係令人吸引，係想睇落去嘅，所以佢出名係有佢原因嘅。另外佢首 OP 咧亦都係幾好聽啊！聽到第二季嘅 OP 同第一季 OP 都係有一種感覺喺度啊！咁其實最重要咧，我覺得係嗰個令嗰個宅宅們嘅共鳴感啊，因為咧佢所講嘅嘢都係同宅宅們係有關係啦，咁所以咧嗰種共鳴感係會令人覺得好有趣啊，又幾有真實感啊，可以代到入去啊，咁所以呢出動畫係幾好睇嘅。咁我的妹妹不可能那麼可愛將會喺4月6號 Tokyo Max 等等嘅電視台播出啊，要等字幕真係4月7號啦。好啦，就係咁。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呢出作品就係《翠星的格魯間啲》啊！咁如果你係中意睇魔法少女小圓或者係非絲毫劇情嘅動漫迷，你哋有福啦！作者同一個人都係虛淵玄。咁我個人睇咗頭1、2集啦，個感覺係令人一集想睇第2集嘅感覺嚟嘅。咁希望虛淵玄嘅劇情會有更加多嘅變化，同埋可能好黑啦。咁可能第4集會突然間爆頭啦，所以大家都留意下《翠星的格魯間啲》啊！跟住落嚟，鏡靈風為大家介紹嘅動畫就係《斷裁分離的罪惡鉸剪》。點解鏡靈風會介紹人氣度好似唔係好高嘅動畫呢？咁啊，純粹係因為好耐之前已經知道佢係會動畫化，所以喺維基嘅時候已經查足呢個資料，就得知佢嘅簡介咧係幾獨特，而且嗰個 setting 啊都係唔錯嘅。咁我講下故事係講乜嘅啦，就係講述男主角係好鬼中意剪頭髮嘅。咁呢個變態佬咧就遇上咗一個頭髮係長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女主角嘅。咁兩個人就不斷發光啦，閃光彈嚟啦。咁但係其實故事好明顯係唔止講呢樣嘢嘅，因為講到之後咧就好似話係會有一堆戰鬥啦同埋獵奇嘅成分嘅，所以唔好睇呢個 PV 好似係好悶啊咁樣，可能實質上咧就劇情會幾快，而且係幾急促。咁會點咧？咁就實質上先知啦。不過你都見到佢頭先個眼鏡發光，你就知道套嘢唔會咁簡單嘅。咁我就畫風就 OK 啦，唔錯，女主角幾得意，
都唔錯嘅。咁但係最主要咧，今次係會睇下佢嘅劇情係如何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呢類型嘅動畫，都可以睇下《斷除分離的罪惡鉸剪》嘅。咁啊，今日已經播出咗啦，大家可以去 PPS 睇啦。最後要介紹嘅作品就係《戀曲寫真》，咁純粹係因為喺 PSP 玩唔到佢隻 game，因為我唔識日文，所以想睇下佢個動畫係點而去睇嘅。咁都知道啦，加 game 嚟㗎啦，唔使問。咁啊，好多女主角，如果你哋係中意純愛系嘅戀愛校園生活啊，咁就可以睇下《戀曲寫真》啊。今晚有得播，真係聽日有得睇啦，應該。動畫介紹嚟到呢度就完啦。咁其實仲有其他幾有趣嘅4月新番嘅，例如《來亞子 W》啊、《進擊的巨人》啊等等嘅動畫。咁呢度就唔再一一介紹啦。咁如果係覺得頭先嗰啲都係唔夠嘅，咁就自己上維基查下啦。知識就是力量。拜拜。